山峰老师，谢谢你今天送我回来。今天因为我一起加班到那么晚，真的是抱歉。律师加班是家常便饭，以后等你成了独立的代理律师，再好好感受一下。那我先回去了，山峰老师路上小心。拜拜。芳儿，都搞定了吧？还差一点。怎么不让我去接你啊？让领导陪你加班，还让他送你回家，我觉得不太合适吧？怎么了？我现在觉得你这个职业算是高危职业了，有必要给你科普一下急救知识。首先是人工呼吸。怎么了？我现在不想回家，你能陪我走走吗？怎么了？我还是太嫩了。那你不是挺好的吗？我觉得捏起来很舒服呀。说的不是这个。好，那我不闹。跟我说说吧。我明明是想帮大家的，我也很努力的去做了，可最后还是给大家添了麻烦。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。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。你也会有吗？当然，我实习的时候参加过一场手术，患者没能救回来。我觉得没有比医生更常感到不甘和无力的职业了，因为面对的是生死。所以我常常觉得，如果我能做得更好，你努力了。你也努力了，不是吗？只要有努力啊，就会有成长，因为这些沮丧都是暂时的。那我要快点成长起来，不再给上官老师添麻烦，然后变成像上官老师一样优秀的律师。你左一个上官老师，右一个上官老师，你再这样我吃醋了。我算看出来了，原来你才是亚洲醋王本人。你说对了，人工呼吸可还没普及呢，还有心肺复苏。流氓，你是想收律师函吗你？